针对诈骗真长久手法嘛一直在变。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检讨会今仔是伫台北举行，安怎来强化打击跨国的诈欺是会议的重点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伫致辞的时表示讲，无一个国家会当单独面对，国际合作是非常的重要。包括人工智慧等等的新兴的科技发展，不仅产业科技业在用，歹徒诈骗集团也在用。因此，我们要强化我们手中的科技能力，提高我们的科技执法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修订法律，进行跨国的法律框架，对任何犯罪的新兴手法、犯罪的各项组织，包括犯罪首脑的行迹，我们都必须掌握他的行踪。这会议有32个国家，超过200个跨国的检警调人员出席。杜英泰嘛提出科技执法进步分享等5大重点嘛强调讲各国警察首长在一起做伙来传承经验。